我哋學會透過運用八正道，從根本上清淨自己嘅身口意，攞返人生嘅主導權，活出覺醒嘅當下。然而，生命並非只有活住呢一部分，死亡唔係終點，而係另一段旅程嘅開始，一場圓滿嘅生命轉場。嚟緊，一齊探索以下嘅生命轉場地圖，能幫助我哋唔再因未知而恐懼，真正做到活得清楚，死得自在。首先要釐清，死亡並非生命嘅結束，而係一段生命循環嘅過程。呢個就好似一粒種子，當佢喺土壤中發芽、成長，最終開花結果嘅時候，種子本身看似消失咗，但係事實上，佢只係換咗一種形式存在，將原有嘅能量同生命力延續到咗花朵同新嘅種子之中。因此，死亡唔係唔喺度，而係往生往另一個地方去，進入下一段嘅旅程。看重呢一份生命嘅無常與循環，我哋就能夠唔再將死亡視為恐懼嘅終點，而係下一階段嘅開始。死亡並非隨機發生，而係有其背後嘅因緣。了解呢三種原因，能夠幫助我哋釐清邊啲可以改變，邊啲只能夠安然接受。福報唔夠，回饋社會，積累福報；壽命唔夠，自我修行，延續壽命；緣分唔夠，放手接受，準備下一程。由此可知，死亡並非完全被動嘅，我哋主要可以透過修福報同自我修行嚟主動影響生命嘅長度與質量，而最終面對緣盡時，則需以智慧與放低嚟圓滿。我哋嘅學習目標就係帶領大家進行生命轉場嘅修行，預習點樣好好地走，唔單止係為咗活得好，更係為咗安穩咁走完人生嘅最後一程。以下係修行喺面對死亡時嘅關鍵。MBSP 心理準備，提早練習放他面對死亡時較能接受對死亡嘅理解，理解死亡係過程，接受生死循環，痛苦感受，身體會痛，但心唔亂，能保持清明。心理狀態，智慧應對，放下得快，靈魂去向，心清明，走得穩較易去往善處。人生心境，走得安定，旁人亦都安心歡喜。預備修行死亡，並唔係喺度等待死亡，而係喺活着嘅每一刻就開始積累智慧與善業，活得清楚，先至能夠死得自在。而預備人生轉場嘅修行，就係俾你自己一個掌握命運、圓滿生命嘅機會。鍾意我哋頻道，請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。